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4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检调早起去台北大楼的国文地办公室，佮端木证的事务所敲找资料。民众党表示会配合调查，下晡接要去地检署佮会计署。中国前海军的艇长塞快艇对淡水河偷渡到台湾，今仔防疫违反《离出国移民法》起诉，无砍涉到国安罪。奥运代表团这礼拜五会去总统府甲热千地见面，拜五下晡3点会对总统府出发游行到台北桥头附近。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政治现金的争议，佮继续在炭烧。本地早起大选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要去台北地检署佮会计署端木证，也毋过检调一早起就去台北大楼的郭文地办公室，佮有端木证的会计署事务所去敲找资料。民众党是表示讲会先配合检调的调查，所以该下晡才要去地检署佮会计署。民众党主席郭文地看见到政治现金申报不实的风波，北检主动跟案。透早传出北检指挥调查局摕超索票前往承办会计师端木证的会计师事务所，台北郭文地办公室调相关的单据并证进行比对，无排除约谈端木证甲事务所人员理清案情。民众党原底11点要到北检市零提告端木证，也因安尼延后。因为今天早上呢。调查局的人员直接到台波来进行搜索，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在配合检方的调查跟搜索中。那因此今天在这个提告部分都还在整理资料当中，现在是要跟各位抱歉，我们要延后提告。民众党指控会计师端木证为着方便，家己调节无报道的经验到西乐、尼奥、还有木克等等的公司，而且无甲竞选团队讲。郭文地是表示，这几天无联络到端木证。主席，你今天有没有跟端木证联络？没有联络上。他说是没有联络上，所以你有找他吗？找不到人了。不过，即马政治现金风暴又搁爆发案外案，叶地公 Sky 指控木克公司欠入顶公司的款项。木克公司13暗时发出声明稿回回讲，叶地公毋捌伫木克公司任职。也讲叶地公真侪个公然造谣，严重损害到名誉。最近的委托律师正式提告，想袂到叶地公抢先一步，则是先伫律师的陪同之下，赴北检对民众党组织部副主任林昭颖提告诽谤。木可总经理，我想各位没有听我亲自自己说过吧？都是厂商这样得到的信息所做的一个回应。那我也欢迎在外面的朋友，有多少人听到李文忠董事长对外介绍我是木可总经理的？木可李文娟女士董事长已经讲得很清楚，她是看你是总 PM， 跟总经理是有点落差，但是一个总管理的情况之下，这是不是合法的授权？总 PM 不是总经理。赖的对话记录能够当法律证据，我也是服了那个律师。双方拢无要让步，现场林昭颖甲叶地公的委任律师也险险爆发冲突。叶地公强调讲，伊无讲伊是木克的总经理，甲木克虽然无合约，毋过拢有赖会当对话证明，确实有甲木克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个中国的前海军艇长，今年6月驶快艇对淡水河偷渡来台湾。检方调查指出，讲伊是对福建出港中捌停伫连江县东引附近的海域，一路是拢真顺利，海巡署嘛无发现，是伫淡水的渡船头去弄到交通船才互发现。伊讲伊来台湾是为着要投奔自由，检方嘛无查出讲伊有其他军事还是讲国安的犯罪，所以今仔以违反离出国佮移民法甲伊起诉。为了惊镜头佮臭屁屁，伫法警的介护之下，疑心发现，这些5个查甫人就是今年6月为对方驶快艇，直接进入淡水河，非法偷渡来台湾。这2个月过时间，检方真紧就侦结，依照无经许可入国罪嫌，14将人提起公诉。涉嫌入出国及移民法之未经许可入国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此外，尚查无涉及其他军事或国安等犯罪情事。你后悔来台湾吗？不会后悔。
涉嫌偷渡比例对所作所为，目法绝对无后悔。有关在押，互检方查出，案发前几天，拢伫中国贵州决定偷渡了后，人走去福建，家己一个驶快艇为三渡港出发，驶到连江县东兴周边海域，因为风险伤过大，佮留来休困，期间继续行动，成功进入淡水渡船头。因为下着交通船才停靠上岸，伊表示要逃离中国，也向交通船的船长讲，来台是投奔自由。海巡署已于淡水海巡队及八里地区建置科技辅勤监视系统，辅助提高不明目标辨识功能。就算这案件检方查无牵涉其他军事或者是国安犯罪，毋过第一摆有偷渡客，直接进入淡水河成功，直到无被拿查。海巡伫事发了后，已经强化相关巡防，因为咱的海防小可有漏沟或者是放令，恐惊对国安拢是危害。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选手伫即届的巴黎奥运摕到2块金牌、5块铜牌的好成绩。中华文化总会伫16号，就是即礼拜五要办一场大游行，选手会先去总统府甲总统赖清德见面。国军的三军仪队会设检门来迎接选手。再来伫下晡3点会对总统府出发，游行到台北火车头附近。选手、有教练、有团队拢会做伙参与。巴黎奥运结束，台湾代表团得到2块金牌、5块铜牌的好表现。中华文化总会宣布16要举行台湾英雄荣耀同行的大游行，邀请选手到总统府参加庆祝会。总统赖清德亲身接见，发表谈话。由总统来举行将近2个小时的英雄派对，来做欢迎、合影，甚至相关的一些交流。活动有真侪值得注意的，包含国防部三军仪队会伫府内搭一个代表荣耀的检门，以上隆重的形式迎接奥运英雄来到位。国防部示范乐队也会表演30首的精彩歌曲，现场也准备粉圆、牛奶茶等等的美食慰劳选手。根据统计，选手教练计共67位到场。赖总统也开先例，邀请选手带亲友做伙来总统府。也在奥运期间，提供选手后勤支援的中正后湾站，医护团队有53个人也会来参加庆祝会。除了李阳人在日本跟女朋友在度假之外没有办法回来，他的爸爸还特别要代表他来参加，李俊毅先生特别要来参加。那其他的包括王麒麟、林玉婷李梦远、吴诗怡、唐家宏、陈念琴都会到。庆祝会了后是大游行，路线全长1.5公里，车队会对府前广场的中庆南路出发，一路向襄阳路，再到管前路的东头去，有设一个英雄谷。沿路夜抓花，终点是伫中校西路。国军派出宪兵快反连担任游行的先导，也安排选手骑伫轻型中型的战术连拉车，展现英雄小英雄。车队的部分现在其实因为在会诊最后确认的人数，那相关的这个排列顺序呢，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哈。那但是相信整个队伍出发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时候一定都会非常开心的。游行现场也发放限定的会当手握的旗仔，让个人做伙参与的国旗，感谢选手、教练、后勤的团队，让台湾伫奥运会场展现光彩。记者综合报道。顶一届2020年东京奥运咱国的代表团是创下史上上好的成绩，有2金4银6铜，计共12块奖牌。这届巴黎奥运是摕到7块哦。顶一届咱有伫空手道摕牌，这届是伫保胜区表现杰出。有风声讲后一届洛杉矶的奥运增加棒球佮垒球等比赛，保胜区佮亚东有可能会取消。奥运比赛项目一般是安怎来决定的？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请怡珍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这届巴黎奥运的咱台湾选手拢总摕到2块金牌、5块铜牌，是国际排名第35名，历来第2好成绩。总统府拜5就会办派对甲游行，欢迎代表团观影倒转来。那接落来的选手嘛开始准备后一届洛杉矶奥运。不过其实大届奥运的比赛拢会小可无共，这可能嘛影响到咱台湾摕奖牌的机会。这奥运的比赛项目到底是啥人咧决定的？人拢知影讲，这奥运的是国际奥会 IOC 因咧负责举办。
因有206个国家甲地区是会员国，无共国家会申请主办，由奥会来投票决定。不管是倒一个国家来办奥运的，主要的28个比赛拢未改变。另外，这主办的城市会当来提案，看要增加什么特别项目。一般来讲呢，因会考虑增加项目，敢会当引起少年人的关心，或者是对性别平等有帮助的。主办城市呢，因拢会提案家己有特色、有优势项目。亲像2008年北京奥运，因就增加武术这项；1988年韩国的首尔汉城奥运就增加跆拳道。那为2020年东京奥运来看呢，迄阵是新增加5项比赛，包括棒球、垒球、空手道、粗板、粗影甲爬壁。来看这棒球、垒球甲空手道呢，是伫日本是真受欢迎的，所以加这2项是无啥问题，真合理。另外，粗板、粗影甲爬壁是为着要吸收新的观众，互少年人会当来关心奥运。因为大概奥运呢，这比赛有加有减，都要配合主办城市。所以到巴黎奥运的时呢，因就甲棒球、垒球甲空手道拢汰掉啊。不过粗板、粗影甲爬壁呢，因有保留落来。另外，佮增加一个霹雳舞这个项目。这个改变呢，其实对台湾影响是真大的。因为台湾选手文姿文，伊伫咧东京奥运摕到空手道银牌，遮尔好的成绩。巴黎奥运取消了后，咱就减一个机会啊。不过巴黎是有增加霹雳舞，嘛，互咱的选手顺进会当跳上舞台，互世界看到台湾。按照说落来，后一届2018年洛杉矶奥运呢，因是甲东京奥运的棒球、垒球扣转来办啊。另外，佮增加木球、美国骹球、地滚球甲壁球这个项目，这拢是真有美国特色的项目。洛杉矶奥运呢，台湾爱特别注意的是，这潘侯主席讲的28项固定比赛，这可能会有改变啊。因为这届巴黎林旭廷摕到金牌的无胜率这个项目可能会互取消，因为国际无胜率总会 IBA 因伫咧治理、财务甲裁判拢有真大的问题，所以就去互国际奥会除名。国际奥会嘛放调讲，无胜率若无新的国际管理机构，因伫咧2005年，就是明年初，就会决定讲敢要取消无胜率这个项目。以上就是今仔日解剖新闻，咱个时间交等去主播。感谢伊真哦，咱继续来看台南市龙基巷的火灾，造成5个人死亡，5个人哦，拢是伫大的铁厝找到遗体。台南市政府是表示讲，大的铁厝是伫管的违章建筑，会排时间来拆除。学者嘛提醒讲，大铁厝要特别注意消防安全，上好嘛要装火灾的警报器，来争取逃生的时间。台南六甲龙基巷火下一家5人死亡，引起社会注意。对避难团出国的大汉查某囝嘛，赶紧回来见亲人最后一面。六甲区公所则是透早代替家属感谢各界，后续嘛继续协助成立信托辅导，让大汉查某囝会当继续读册。他们会有新辅师来做一个陪伴，然后他的一个好朋友也会都会陪伴这个小朋友来度过这个难关了。当然有一些社会人士要进行一个捐款救助这样的情形。那个家属那边也开会，在公所的脸书那个请家属请我们来委托我们来公布他们一个捐款的账户，然后之后的话会进行一个信托的动作因为在信托的话，以后让这个小孩能够在高中、大学能够来顺利的来求学。火下一家5人死亡，全部拢倒伫咧透天3楼大铁厝的所在，检方目前嘛正咧调查。经检察官相验后，发现5名死者均全身烧伤，且因吸入浓烟窒息死亡。学者表示，伫厝顶大铁厝伫台湾真普遍，一定要先想好讲，万一若火烧厝要安怎走，一定要留逃生的路线。伫咧厝前厝后，嘛要有露台做避难空间。如果真的是要大盖铁皮屋的话，你一定要留下一个所谓的开放式的一个避难空间。万一有烟跟热往上跑，或者是甚至铁皮屋本身发生火灾的时候呢，你有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空间的话呢，你可以在那边。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个烟跟热透过铁皮屋从这个窗户跑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受到烟热的影响。目前台南市列管待拆的违建数大约有33000件左右，已有危害公共安全。新旧一律列入优先拆除。另外，风声讲，因为龙基巷咧甲电池充电，才会导火。消防局讲是真有可能，因为13火拄拍花，温度降袂落来，14才开始现场调查，
亚干部局是表示，这栋的大铁厝是列管的现有违建，即马火烧顾虑到公共安全，等消防鉴定了后，得安排甲拆掉。记者转报道。来看有一个70多岁老大人，被指控讲伫台铁的嘉义大拿车头骑脚踏车，站务员看到哦，结果佮互这个老大人拍恐吓。就昨有议员就带这个老大人去车头理论，台铁是强调讲车头内底本地就袂当骑车。这个民进党的议员江志明的做法嘛引起真侪批评哦。民进党的党中央就表示讲会来移送评委会来处分。江志明今仔透早嘛伫网络铺文回释了咯。我们不是去乡下要去沟通而已啦。强调要走行政，嘉义县议员江志明无愿意加讲开车离开，来到伊原定的抽水站会勘行程，但有担任助理的小弟出现，替伊表达无奈甲回失咧。应该是咧帮那个身心障碍者说，是不是能够反映一些问题啦？就是说也看能不能站在台铁它是一个服务的角色，能够尽量宽容。台铁嘉义大拿站站务员初七因为扣劝一个伫通道骑脚踏车的阿伯轰拍，民进党议员江志明13接受定情，甲阿伯佮有阿伯朋友等10几个人来到大拿站，甲台铁协商，煞引起争议。就是要大家靠方便嘛吼。阿伯表示，家己是小儿麻痹，脚踏车是助行工具，但社会局表示，脚踏车毋是法令规定的身障者辅助工具，伫禁止骑的场所使用，恐行无理。第7类肢体残障大概有9大项，大概就是轮椅、电动轮椅、电动代步车、特制机车、拐杖、助行器跟移位机。它其实算是车辆，它不是行人，所以不管是在整个场所的管理，或是对于其他同样在使用场所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一点不是那么方便。社会局强调，脚踏车等工具虽然嘛会使辅助行动，但因为毋是正规的辅具，也是有危险性。政务员互拍的代志拖烧起来，江志明协调的行为，互认为是对台铁施压。民进党中央除了批评行为，嘛表示会将江志明移送评委会议处。记者陈环武、面交管嘉义报道。来看中华队今年7月开始哦，严格执行资源回收，也毋过所有民众甲清洁队员去冤家。这里暗时哦，中华 KO 有清洁队员提醒民众讲，葱仔袂当算是粪扫，应该爱当作喷弹条。民众是去甲侧干辣椒，清洁队员嘛去报案提告。来，走，我帮你看。清楚一点吼。民众赶粪扫准备要等入去粪扫车的时，清洁队员发现粪扫袋仔内底有虫仔，提醒民众就要分类，把虫仔等入盆桶，袂使等一般粪扫。想袂到煞引起民众不满。这虫仔这，这个只等这，毋通等在内底。啊，拢伫垃圾袋内底，爱几支啊？无啊，你咧煮菜的时，你敢袂使先另外再分开？清洁队员耐心解说，不过这位民众听袂入耳。这个清洁队员那个挑男开嘴甲咒骂。是要做肥啊！你哪有错？我哪个错？我几支虫仔，你叫我摕做肥？清洁队员感觉受到侮辱，甲警方提告。代志发生伫咧12暗时7点左右，中华 KO 的清洁队看到这位民众的粪扫袋仔内底有虫仔甲果子皮，只是甲提醒爱分类倒伫咧盆桶，结果煞去互民众交。阮照规定来行，所以你为难阮这，还佫甲阮骂，啊阮无提高，大家拢要安尼讲安尼，认为清洁队啥？拢爱甲我骂。警方以妨害名誉、甲妨害公务，甲这位民众上班。环保局表示，7月初1开始，民众等一般粪扫的时，若是互检查出有12个回收物，或者是喷有到3成，就会规台车体温。不过目前也无人因为安尼受罚。也会跟他劝导说，你这样可能不太好，这样就请他再重新分类而已啦哈。啊，他如果真的执意要丢才会处啊，不过目前也没有人因为这样子啊。环保局讲，7月份实施到7月中，全县有17台粪扫车被退运，计共340吨的粪扫。若8月份到当时也无退运的记录，显示民众已经渐渐养成习惯。不过民众甲清洁队员之间的沟通也是爱搁加强。记者中华报道。过来有房贷甲信贷人数个金额是最近13档来的新高。4月底统计有36万8千人，平均排房贷578万哦，信贷嘛超过100万。
专家是讲，未少民众会去借信贷来买厝，还是讲佮增加贷款去买股票，这都要特别注意债务的风险。今年顶半年股市日头行情，吸引真侪投资人投入股市，加上新情安政策带动，第一摆买厝人称悬。根据廉政中心统计，全台到4月底，上台租人数有36.8万人，创2年新高的纪录。我会想要有自己的一间房啊，但可能还要考虑买不买得起，然后应该是越早买价格越便宜。上台租大部分是最近买厝，或者是资金真活运用的族群。为廉政中心数据来看，上台租人数每年称悬，维持01年的31.9万人，今年增加到36.8万人，创近13年来新悬。平均房贷金额也为475万，到今年的578万，平均信贷金额为81.6万，第一摆超过100万到101.4万。专家认为，最近房市过热，股市大起，未少人大打投资。因为最近股票市场表现非常强劲，所以有一些购物者他会选择再把房贷再借出来，或者透过信贷的方式投入股市。因为现阶段通膨压力确实很大，所以民众在背负房贷的同时，他如果要支应生活，可能需要信贷的援助。有专家指出，最近全球股灾，大股也部分除了传出少年投资人，并且也有未少房贷族用厝增贷，或者是借信贷来增加投资，短甚至可能出现长头的风险。因为资金过剩所造成的可能各式各样的负面影响，所以不要期待这个资金都能够非常的充沛，一直去维持。包含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这个一直维持在成长的状态，一定要有一点居高思维。学者提醒，全球政经局势因为受美国大选的牵动，加中东地缘政治干扰，呼吁要有危险意识，减少投资比例，才能避免房地产或者是股市正做水泡，引起长头或者是卡债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民众拢爱食巧克力哦，国际上嘛已经有相关巧克力重金属的标准。卫生福利部今仔嘛公布金属镉含量的标准。我们在国际上有更新的标准，所以我们就重新收集国际间的资讯，在今天完成以后做正式的预告。这次呢，就是增加了20%到30种可可固形物，30%到50种可可固形物，以及可可粉这个类别的这个镉的这个限量标准。那我们就把它可可粉独立出来一个单独的项目，因为它的总可可固形物是100%。卫生福利部表示讲，巧克力有重金属，甲原料可可豆的品种、生长的环境、佮发酵的过程受到污染有关系。伊镉是主要的污染哦，所以未来加强镉管制。这届修正的内容，明年元旦会开始实施，得要求市面的巧克力拢要符合新的标准。咱再来看联合国气候峰会，承诺讲会豆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国内的环保团体嘛呼吁讲，政府的四大基金无应该佮继续来投资高碳排的产业。环保团体是指出讲，四大基金争执大投资至少有70%的资金拢有投资相关的产业。走向净零碳排，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8 答应要用公正照报来的方式，慢慢排除化石燃料。环境正义基金会检查政府四大基金，包含邮政基金、劳退基金、劳保基金、甲退付基金，甲无摕人民的资产投资高碳排产业。结果发现，除了无公布的邮政基金，在2022年底，其他基金前10大国内投资标的当中，高碳排产业项目拢有占7%至9%。那我们用这样的数据来去计算了它的碳足迹，那发现说退辅基金是其中的碳足迹最高的。环团指出，高碳排产业包含能源、石化、钢铁、水泥、纺织、电子。不过嘛，坦白讲，这个数据无法度统合出四大基金实际投资的现况，呼吁管理单位公布高碳投资项目甲退场的基程，并不是要主管机关今天就撤出化石燃料，不是。我们知道这个会对金融体系造成很大的动荡，去提出例如像这样子的时程表是重要的，是负责任的行为。劳动部表示，前10大持股并无投资化石燃料，不过投资的资料有机密性，全部公布有困难。劳动基金因为规模非常的庞大，我们的动向向来为市场所关注哦，所以全部揭露可能会有这个
各自解读，但是也有可能被追踪哈，会影响到我们的投资的这个收益，甚至影响到劳工的权益哦。中华邮政嘛讲，全部公布有困难，手头高碳投资项目是过去投资的，退场需要时间。款团强调，四大基金不应该用人民的资产到用资高碳排产业遐差天花岛，应该加增加气候相关的投资。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全球慰安妇纪念日咯，妇安会搁再要求日本政府应该爱对咱台湾受到迫害的慰安妇来回失礼。伊嘛呼吁咱的政府甲慰安妇的历史加入108课纲，嘛爱设国家妇女人权馆。2000年迄当，台湾9位慰安妇阿嬷去甲日本法庭要求日本政府爱回失礼，短短几个字，互人听了是足唔甘的。当年陪伴阿嬷去甲东京尤律师表示，24当过去啊，台湾上尾一位慰安妇阿嬷嘛一定伫去年过身啊。毋过到当犹原是还未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甲道歉，甚至能够到国际法庭去发声。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在东京大审里面所最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非常遗憾，到今天日本政府还是没有正式的一个道歉，让这些阿嬷们真的是离去了，但是他们的司法正义还是没有办法被实现。最近俄乌战争以下冲突，大家拢认为战争对人民的影响是真大。不过，妇安会认为战争对女性的暴力却较少人来关心，呼吁台湾慰安妇袂使互人放袂记的国史、历史课纲，拢应该爱加入这段历史。讲到战争里面，其实有谈到女性是相当少的。好，那因为优先会讲到是一个人民的伤亡、死亡。这一直以来都是战争下的人权，很少提到女性。妇安会表示，目前这59位慰安妇阿嬷的相片历史，拢放在这40平的公寓内底，这么小的空间对保存展览来讲，拢是无够的。伊嘛提出诉求，希望政府会当设立国家妇女人权馆，让更较侪人来了解历史的真相。记者陈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甲马斯克做伙伫网络开直播。川普是讲预防暗杀的过程，川普嘛批评民主党的候选人何锦丽无能力对付习近平哦，嘛质疑讲何锦丽参选以来拢毋捌接受过访问。X 社群平台执行长马斯克12日伫因家己的平台，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讲话。虽然讲一开场就拄到技术的问题，互时间延误要40分，互使用者拢在嗨。不过双方后壁2点外钟的对话是保持真好的气氛。川普佮甲预防暗杀的过程是讲甲落长。And they were saying, "Sir, you were hit in more than the ear." I said, "Nope, I was hit in the ear. I want to get up. Let me get up." 不过，规场对话，川普对当选了后的执政计划是拢无讲什么新的内容，除了中心要减少政府的监管，佮一直用真无公正的言辞强调讲，伊当选了后就要大规模来驱掉非法的移民。I believe it's over 20 million people came into our country, many coming from jails, from prisons,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 or a bigger version of that is insane asylums. And many are terrorists. 马斯克过去捌公开来反对川普，透过这摆的讲话，伊表示讲，川普强硬的态度对国家安全是真重要。国体山顶放送演前来回实例，讲 X 是受到大规模网络的攻击。外国媒体评论指出，讲这摆的讲话是为了要让前总统川普直接来接触几百万潜在的选民。川普过去捌因为传假消息，和 X 平台的更新 Twitter 来封锁笑话，一直到马斯克收购平台了后才改进。X 在马斯克的领导之下，假消息乌白传是真严重。和川普正积极在接触媒体和社群平台，临时接得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投入选前3礼拜以来，都毋捌接受媒体的专访，连官网拢无看到详细的证件，包括纽时、华邮这老牌媒体拢讲，民主党阵营即马伫非法移民和依法问题的政策立场和论述拢无清楚，贺锦丽需要甲民众解释清楚。之前贺锦丽结束密西根州的造势时阵，捌讲上紧爱等1个月后半个月，民主党全代会结束了后，才会来安排访问。公司新闻两眼编译。再来看美国一项调查显示，讲针对研发组设计的生成式 AI 的课程哦，即马是愈来愈多。嘛认为讲老大人学这课程，唔来当来使用 AI， 嘛会当了解哦网络诈骗的手法，
避免防骗。89岁温斯顿专心听讲师解说 AI 的相关知识。少年时就对新物件充满好奇的温斯顿，对 AI 侵入生活各层面的现象袂烦恼，因为这正正是学习新知识的好机会。Technology is so interesting and so important that I really felt I need to be better informed about it. 讲师对基础开始教，以简单的语言说明什么是 AI， 甲学员互动问答。教安怎利用 AI 来制作图片。When I asked for a picture of an opossum riding a sailboat in the Seine, what do they have in every single picture? The Eiffel Tower. Could you get any more boring than, well, here's Paris. We better have the Eiffel Tower in the background. It's like the lowest level of creativity. 世上上 AI 技术愈来愈好用，佮普遍，网络诈骗甲假信息的传播也愈严重，手法也因为安尼升级。增加分别的困难度。美国退休协会 AARP 伫2023年发表的报告指出，美国60岁以上的老人，当年因为金融诈骗了钱，有损失283亿的美金，大约是新台币9140亿。学会晓使用 AI， 除了加一项新兴趣甲技能，佫会当帮助时代伫充满诈骗甲假信息的网络世界当中，学会晓保护家己的能力。It's tricky to kind of find that right balance. I would say overall, that suspicion that's there on the part of seniors is good, but I don't want them to become paralyzed by their fears and not be willing to do anything online because they're afraid of their identity getting stolen. 温斯顿讲，就因为已经活到这个岁数，丰富的生活经验，让伊更加勇敢挑战新事物，鼓励其他的时代无需要对 AI 伤惊吓，或者是烦恼。行出去才知影科技的美好甲黑暗面，也才会当学会晓保护家己。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过来消息，咱来看嘉义县水上分局掌有一个毒品的通缉犯，伫分局做笔录，中昼警方家伊手铐松开，互伊方便食便当。结果这个嫌犯趁警方无注意，就逃窜，佮偷牵一台免路车驶走哦。警方目前是搁会抓人，卖来检讨。这个雄雄出现伫监视器内底，穿黄衫姓詹的通缉犯，伊秘伫电火条附近，袂输咧甲警察咧秘相找。原来是13的时阵，伊去互警察抓去派出所，那像因为牵连毒品的案件，伫咧做笔录的时阵，嫌犯竟然趁浪旁逃走。征信犯嫌趁员警提供中餐便当、解下手铐之际，趁机乘隙逃跑。员警发现后，立即追捕。这个嫌犯为警察队的后壁门逃走了后，是进无步退无路，为着要避警察，抓走就去附近的人家厝内底，还佫偷摕金仔甲钱。迄当阵厝内是还有人伫哩，是惊一个拢唔敢出声。我是人躲在他后面，我不敢出声音，我怕我会被吓死，我就躲在角落，我不敢让他看到我。我看到他出来，我才追出来的时候，我想要抓住他，他就赶快往那边跑了。嫌犯甲人家厝的车头砍去了后逃走，尾手警方伫中部乡甲公馆甲界所在找到这架车，不过嫌犯已经走到无看人，警方嘛随展开搜查。本案介入员警将依规定议处，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并依刑法输送人犯罪嫌送办。车受损断，钱去用偷摕，住伫这间人家厝的人是真无奈，嘛烦恼的无地讨赔偿。水上分局除了召开检讨会议，加强要求警察都要落实3案的原则，相关的人员嘛按规定来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洗车捌去真正爱洗哩。今仔早起，台东市有一个妇人人对厝里要洗车出门捌去的时，无注意讲因大家徛伫车后壁，结果伊就捌去弄到因大家，加使大家是无性命的危险。这站意外发生伫透早7点外，消防队赶到现场，用油压退开器，甲吊伫轿车车底80多岁阿婆救出来。消防队员表示，疑似是这口罩的新妇一透早要洗车出门，捌去的时无注意到大家伫门口口，大家又搁耳孔动，无听到车的声音，才会弄倒吊伫车底。阿婆获救出来时，意识真清楚，身躯有真侪刺伤，送病院，目前无性命危险。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展开救援，很顺利的把他救出来。车祸详细的原因，警方正在调查。警方提醒讲，类似的捌去的车祸未少，因为民众咧捌去的时，着机向前无注意到后壁情形，就会无细机弄到人啊车。
倒车时应谨慎缓慢后倒，并注意其他车辆及行人，必要时可以派人在车后指引。警方也呼吁讲，虽然即马汽车大部分拢有装目库显示器或者是警报器，不过也是要对两边的目库面啊加观察这个目库，而且莫调记目库，避免发生车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县落水溪哦，伫凯美风台扫过了后，本地种伫溪补的草啊，拢互水冲走。县政府是真烦恼，讲本地防培沙已经有改善哦，即马风台过了，恐惊会受到真大影响，所以赶紧搁再种草啊，搁再加强，要避免防培沙去影响到民众的生活。为空气机画面会当看到原地一片青劲劲，即马只剩沙坡，受到凯美风台影响，落水溪做大水，爆发甲河道拢放甲真严重，居民烦恼时到阁会发生防培沙。水放去一定有空的啊，对吧？伊种放偌酷啊，冬尾，北风都在做，你即马看无点睛啊，啊你即马就是爱迄个防培沙，北风都还在做。凯美台风过后，我们发现我们又回顾到106年当时的情况。那主要就是我们在猫耳干以上游一直到西螺这边我们担心说这个会不会跟106年那时候一样就是大西螺地区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扬尘的事件环保局表示，这几年中央甲地方拍拼咧防止防培沙，成效袂歹。也毋过凯美风台扫过了后，风地工程全拢廃弃，即马要招相关部会勘查，规划重建工程。裸露面积大概是99公顷，那这次我们7月29空拍之后，它的面积有达到849公顷，所以等于说增加了750公顷。好，等于说从5个区域嘛，从最上游这个。中沙大桥一直到出海口。第4号船分署讲，目前已经开始规划灾后重建工作，第一阶段先施工做便道，用农业保证机也整治，后续进行河道修复工程，要赶伫东北季风来进前完工，避免防培沙影响居民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打起好的罗东转运站，按算9月份要启用，也毋过新站是离罗东火车头较远，阁无规划人行道。县政府本地是按说要设空桥，也毋过因为高架的铁路的规划，阁还未定案，嘛无法度提前来设计。宜兰市的新建处嘛提出检讨。宜兰新起的罗东转运站，外观已经完成，按算9月会当启用。不过县府原底规划新站启用了后，会起空中的廊道，直接连去罗东火车头，方便民众会当搬车。即马煞因为高架铁路还未定案，计划抓重点。有部分的民众认为讲，新的转运站离临时的火车头较远，若无顶下卡通好行，确实无利便。因为宜兰很常下雨，宜兰很常下雨，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方便一点。就目前这一个啦。目前这样是可以的，可是要走到那边就好像有断掉这样。对。是。新的罗东转运站到火车头之间，差不多200-300公尺，部分的路段是有闸护坪，不过并无完整。考虑宜兰较高雨水，恐惊会造成过路人的困扰。若要去新的站坐车，还阁会下过车真济公用路，增加危险性。新建设认为讲，罗东转运站已经发包，空中廊道也未进入设计的阶段，罢免会影响居民的通行甲市容的美观。那所以县政府将来在办理这个设计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会考虑到未来铁路高架罗东火车站的整个设计那第二个，因为这南侧的民众将来开发的时候，也需要留设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也会听取南侧民众的意见县府表示，设空中的廊道是根据当地罗东铁路东平细部计划的规定，要配合现有土地起厝了后，还有未来罗东火车头铁基路高架悬度确定了后，才有法度启定天桥的悬度，所来才会当启动设计，而且嘛会咨询附近地主的意见，才来发包施工。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推出金纸减量的政策，设计金币来取代金纸，望讲当互民众减少烧金纸的量哦。今年是有17间的庙寺来配合，咱做伙来了解。信众双手合掌求神明保庇，侪侪民众来庙寺参拜，除了烧香，阁会烧金纸。即马伫屏东县的庙宇，通看到这种金币。民众拜拜时，若是无烧金纸，会当改摕这个金币，将金币过香炉，摕转去厝内面保平安，减少使用金纸的量。屏东县政府今年推动以金代金的政策，
朱登强去年6次办，性重视表达认同。鼓励大家讲卖写金纸，啊用金币来代替安尼，大家应该搁较有迄个意愿讲卖写金纸安尼。外面内底是以1000金，尾啊减价剩100金，所以对敬用的部分。对民俗的部分也无改变，包括朱登强、屏东今年总共有17间庙宇配合以金代金的政策，唔但减少金纸的量，嘛推动一间香拜转路。屏东县今年按算法5000份的开运金币。根据环保局的统计，一个金币会当减少70%烧金纸的量，估算一年通减少21公吨。5000枚安尼算起来，减烧金纸造成的空气污染吼，咱得当减21公吨的空气污染，所以吼对咱的环境是真有帮助。全屏东县总共有1700间的庙寺，政府伫109年推动金纸做火烧，成果袂歹。不过去年烧金纸的量有1200公吨，超过金炉通负担的量，所以今年才会用以金代金，唔望通改善民俗文化造成的污染。记者钟义辉、邱兆勇，屏东报道。凯美风台扫过了后，国内类鼻子开始的团，顶礼拜搁再新增加19例本土病例，有3个人死亡，拢是50岁以上有慢性病的个案。其中台南有一个80多岁女性死亡的个案，发病送病院，就不幸过往了。疾管署嘛提出警告，讲8月底进前会搁继续传烧哦，总病例数有可能会超过2005年海动风台的42例。凯美风台过后，国内类鼻子疫情真紧张。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增加19例本土类鼻子病例，其中3例死亡，分别是高雄市1例、台南市2例。台南市89岁的女性死亡个案登记在床，7月29照护人员发现伊真喘，费用偏低送医。不过到病院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伫基层检验出类鼻组确诊。7月29号出现低血压、血氧低、呼吸急促，至急诊就医。当日亦不幸往生，因血液检查发现类鼻疽杆菌通报，并研判确诊。疾管署表示，这摆强风大雨，予中南部冲出土内底类鼻组杆菌，伫地面搁较会传播，而且常常是数级性感染。爱注的是，今年原市分布，毋但是高雄、台南，就连台中家己也有个案，无排除总病例数超过2005年，海动风台42例。上周台中市这边也有新增2例哈，显示说这次台风所影响的这个降雨跟淹水的范围都比以前来的多，所以我们在后看到这个有类鼻疽个案新增的，不管数字或者是区域也都比过去来的大。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国内已经有37例本土类鼻组病例，是自2006年以来同期上悬。不过风台过后已经3礼拜，染患观点已经过。这礼拜确诊数会明显下降，不过医院注意较慢发病就医的个案，8月底进前，医院可能是增加病例的关键期。记者综合报道。去年美国铁虎龙流感有265例，创23冬来的新高。咱台湾亲像嘛有案例哦。有医师是指出讲，最近有一个50岁的查某病人，因为胸口积节搁会扫，去照电光哦，有肺炎的现象。也毋过流感佮新冠的检测拢无问题，就怀疑讲伊可能是使用袂调顶造成的，有可能是咱台湾头一个铁虎龙流感哦。也毋过疾管署是表示讲，这负责人伊毋是传染病，较亲像是过敏性的呼吸道的疾病。新康内科医师所一封伫面册发文指出，受治这50岁女患者胸气躯喘发作，有胸腔积节加扫症状。电工出现小可浸润肺炎，不过流感新冠检测拢是阴性。问病史了后，发现病人厝内底无吊顶，疑似是凶手，伊怀疑可能是台湾第一例铁氟龙流感。不粘锅上的这个不粘涂层，俗称叫铁氟龙啊，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遇热会分解啦，会降解，然后会变成气化。那主要是在250度上就开始会有这个反应，你呼吸道吸了呢，可能会产生一个过敏或气喘。国外也有观察到呢，有些病人会有发烧啊、全身酸痛啊、头痛啊这种类似流感的症状。所以洪补充其实正确名应该是铁氟龙所引起的间接肺炎。美国去年案例增加265例，创23年来新高。
原因是数值关分加热了后未调定多层，据是火已熄，患者若离开有害烟雾的环境几天，就会自然恢复。虽然被俗称叫流感，可它其实并不是病菌或病毒传染造成的类感冒的这个疾病，它其实是一个化学性的，它比较像是过敏性的这种呼吸道的疾病，可能就是对于这个材质身体有特别的一些反应，那吸入之后影响到呼吸道，所以它是不会人传人。疾管署也澄清，天妇罗流感只是俗称，不过伊毋是传染病，若受相关过敏反应患者，建议去病院找医师对症下药。记者综合报道。一般认为流感是秋天也是寒冷，才较熬话。也毋过，疾管署是统计讲，今年的年初到年中，类流感看医师的人数是去年同期的1.7倍，有可能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嘛建议时代会当去做流感的预防针。台湾的流感重症，在光是今年已经超过1000件了。现在是8月哈，各位，现在不是12月、1月，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个数字。热天流感疫情也是要注意。根据疾管署的统计，今年第1礼拜到第32礼拜，累积的类流感门急诊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医师讲，这可能是咱要在新冠疫情后的免疫负载当中，为着流感的机会提悬。像我是儿科医师，最近小孩子几乎是什么病毒、什么细菌都有哈。那我们的小儿科的门诊也都是充满了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医师提醒，今年冬天拢有机会为着流感，不是只有寒天才有。建议有时间就要去做流感预防针，而且针对免疫力较歹的时大人，会使选择自费保护期较长的流感疫苗。打了这些疫苗，它的免疫的这个效果变好，它的效果持续可以长达1年。那这个保护跟传统上大家的观念已经改变了。大家知道，我们传统疫苗只有半年。当你有旅游需求的人，可能你打所谓的这个比较有长效型的流感疫苗的效果会比较好。医师分析，传统流感预防针的保护力只通维持4个月到6个月，但是免疫力不好的时段，效果可能较差。若要保护力维持较久、效果较好的预防针，目前是爱自费，疫苗效果通维持1年左右。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台南的风景区山上花园水道博物馆哦，最近参观的人数是减少真侪。文化局是讲，热热本地就是小月，天气较凉冷哦，人还较侪。有观光协会嘛建议讲，古迹附近哦，应该再做一寡整体规划。热热期间，园区内冷冷清清，不过也是有外地游客特别前来了解百年历史的水稻文化。疫情解封了后，增加民众出外佚佗意愿。文化古都台南近来市区古迹景点有豆豆咧开放，整个成长比去年加3成。不过，颠倒是原地热门拍卡景点的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来人数算是咧减少。很清幽，然后绿地很多，对，然后建筑物其实蛮漂亮的。会热啦，但是好在就是较短啦。你若讲长吼，可能就较迄个，可能在我的想啦。可能宣传无够啦。超过1世纪的水稻博物馆，2019年开放的时，短3个月有过20万人来参观。去年参观的人数有26万人，今年顶半档统计人数落甲剩10万外。文化局讲，园区有无同的特性，热天算是小月，那秋冬有侪人会来遮行打。另外，有观光协会建议通拓展其他景点，参古迹做结合。附近找一些景点，找一些新的路线。不单是在园区那边，他们也可以在附近，一条龙的服务。不能够仅仅是观察它夏天的参观人数而来衡量这个整个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它在尽管这个国定古迹这件事情上的用心跟付出，适应于这个环境，规划这个老套咸宜的这个公共艺术的一个作品。以及一些这种相关活动的举行。因为固定古迹的关系，地主者无法度随便叮当。不过，官方也是摒细办多元的体验课程，嘛参南会业者合作打造大花园，因望带动园区整体发展。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火车探测器洞察号进行火车研究，在2000年完成任务。科学家分析传回来资料，发现讲火车地壳下面有真侪水，可能有海洋的存在。
有水就有可能有性命。也毋过目前的技术阁无法度亲历火星来进一步了解。2018年5月升空，而且伫半年后登陆火星的洞察号探测器，第2022年12月上尾一摆和地球通信了后，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宣告伊的任务结束。伊当中的任务内容之一是透过地动测量的装置来了解火星内部的结构。4年的任务期间，洞察号侦测的火星地动是超过1300摆，而且是传回大量的资料，予科学家来进行分析。因进前发表的上新的结果显示，讲火星除了地表捌有海、湖含河，而且即马伫地壳的下骹，阁有大量的液态水存在。Mars once looked like Earth 3 billion years ago, and now it doesn't. It's dry and it's desolate. And so a big question is, where's the water? Where did it go? And so finding it there in the volumes that we found it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exciting. 同款嘛，互科学家认为讲内面可能嘛有大量的水的，佮包括目前的几粒卫星，特别是红叫做是木卫3的卫星，伊的直径是超过5268公里，是太阳系所有卫星内面上大的一粒。欧洲太空总署ESA伫2023年4月，甲目前并卫星的探测器发射升空，目的就是要研究木卫3、木卫2和木卫4这几粒冰冻的卫星表面之下，敢有亲像海同款大量的液态水存在。不过因为距离真远，探测器的燃料是无够直接飞去木星，这会当照太阳系其他行星的地心引力，到甲探测器秀去木星的迄个方向。One day we fly by at the moon, and the next day we fly by at Earth in order to get to Venus. So we need the moon and the Earth to decelerate, to reduce the energy of the orbit, such as to be able to get to Venus, where next year, in 2025, we will gain the gravitational energy of Venus to propulse us toward further away towards the outer solar system. 这个英语缩写是90高阶的探测器，会用雷达波对木卫3只卫星做短暂扫描。当然，除了探测敢有大量的液态水，科学家另外嘛想要了解讲，这冰冻卫星是安怎来变做即卖的模样。公司新闻谢家人编译。下晡晡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嘛是34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